哪会一个看就知影讲我是啥物人？富太带你去永王府的时阵，我有看到，恁讲的话我嘛有听到。无毋对，我是永亲王的护卫，迄地主富太的胞妹，本名叫做傅云秋。文章派你来遮要创啥物？敢是连庆瑶？为什么要监视？因为永亲王要爱知影讲连庆瑶对伊是毋是有忠心，所以才派我来遮，将连庆瑶平常时所行举止拢总记载落来，才暗中派人送入去京城，互伊知影。所以，连庆瑶一人虽然远在四川，也毋过伊就算讲拍一个骹枪，也无法度通我瞒过四爷哥。文静道义险诈，待人好无诚意，想要叫人替忠心，这明明是异想天开嘛！你既然是文静的护卫，武功大概袂歹，这是总督府。希望你甲识时务，乖乖跟我来去见连大将军。也若无，若无是安怎样啊？嘿嘿嘿，嘿嘿嘿！傅文秋，你话了伫咧哪哪想？哦，哈哈哈！戏姑娘，我看你，你是水大情，平安有义也含情，要你不论变做去，令恁意见中相思。你虽家中扮男人，以我当是女儿心。你恶言乱语是可恨，不会疯癫乱心神。令你我回心内求，听听阮秋水轻柔，愿上你的娇模样，只为比较多一场。什么道？大哥府太王明红，添那刺激的风中，为下多应偏出风，风家在厝卡相逢。你就是入去永庆王府行刺迄个女刺客。假使你若是向连庆瑶暴露我的身份者，我马上就报明予永庆王知影，讲迄个女刺客就是连庆瑶的心上人。不但是安尼，我还要向禀告讲，顶一摆就是连庆瑶派你去行刺的。你知影我明明是去救连庆瑶，我毋是去行刺啊！我才毋管遮尔啊济，只要你若是暴露我的身份，我马上就向你报复。永庆王本正就咧怀疑讲连庆瑶对伊不忠，假使若是佮接到我的批者，伊马上会奏明皇上，免去连庆瑶的官职，将伊送回京去审问。来者，天姑娘，永庆王派来的人，除了我，另外一个人有咱住伫咧总督府的内面。假使我若是有啥物失觉差池，伊会马上逃回京去向永庆王禀报。
过呢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咱不妨就来做一个约定。你莫向连庆瑶暴露我的身份，也我咧也绝口不向四阿哥提起你甲连庆瑶的代志，如何？皇帝督，在。令你带兵在此备守，唔准轻进一步。是。皇帝督，恭喜啊！尊夫人啊，拄则呢替你生了一位少爷呢，赶紧转去看嘛者。真是嘞。是啊。也毋过大人叫我踮遮备守咧。大人哦，大概是啊出来顺顺看看啦尔啦，无啥要紧啦。你转去啊，转去看嘛，遮我替你顾就好啦。对对对，要无我转下水来。好。永亲王失宠，也无算失宠，皇上也是真器重伊，只不过是14阿哥忽然得宠。听讲皇上破病的时阵，14阿哥义不改动，亲自汤药。皇上病愈之后，就封有武万大将军，不久就要带兵上路，前来平定西藏之乱。照这个情形看来，藏乱平定了后，真有可能14阿哥封为太子。是，而且14阿哥已向皇上讨下旨意，爱大人帮助伊平反。大人，我仲有一个顾虑，毋知应该讲也无应该讲。上回，本督一向视你是左右手，有啥物代志你尽管讲啊。是，我将认为安尼一来，会引起4阿哥对你的误会，因为你是14阿哥的心腹人。大人，后果堪虑，不可不提防啊！本督知影。大人，大人，安怎是你？皇帝督呢？回大人，康帝督厝诶有代志，伊转去马上就倒转来。什么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哥，警告冒失军令，来呀！来！阿春生！是，大人啊！饶命啊！大人啊！饶命啊！因两人违反死罪，你安尼做会使将士寒心啊！回大人，康阳甲纪元已经斩首。将小叫阿春先生。是。你写批表啥物人？无你的代志。鱼嘴娘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轻摇风采呀，站立
搬互你看。也毋过，我毋是伫咧惊你的鸳鸯剑，我只是同情你对连庆瑶一片的痴心。我叫是你写批，是要写有富态，也是温情。想袂到，这张白纸什么字都无写。有，我有写。我伫这张批内面是写了千言万语。哦。用这支无吻着目水的笔，会当写批？是啊。你有明是伫咧作弄我？这是一封永远寄袂出去的批，只要我家己看的目都会用得啦，哪着爱吻目呢？唉，无人会知影我伫批的内面是向连庆瑶诉尽衷情。恁两个是毋是一直拢跟随庆瑶的身躯边？伊的心事你嘛拢知影吼？啊那安尼，伊是毋是有意中你？伊，会说啊说啊，等你慢慢遐尔啊搞多疑，等阮得大个，伊要哪有意中人啊？无可能啊！吼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无意中人啦。阿雄啊，伫伊动员馆的时阵，是我亲耳听的阿斗甲你讲，庆瑶去念着修诗课，你敢去互袂记啊？哈，不，会说啊，哪有可能啦？等阮得大个吼，伊的心目中除了说你以外，拢嘛无别个查某。啊，你哪有讲啥物相思苦？啊，这一定是你听毋对的啦！我从来嘛无安尼讲，看影无吼？我无讲嘛，对，无这个绝对无讲啊你。阿斗，你竟然会放杀你的某囝，由此可见你毋是好人。你要哪会肯对我讲实话呢？阿雄啊，你是一个老实人吼。嘿啊，伊嘛足忠厚的啊。嘿啊，啊，佫拢袂讲白菜话吼。嘿。那安尼你甲我讲，庆瑶是毋是早就已经捌戏过你？嘿啊，是啊。你是要来找鱼姑娘的是？是啊。真实的，你无用咧入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阮英姐伊吩咐的。你吩咐的。小白。还有一件真要紧的代志，要找鱼姑娘参详。什么代志啊？来。
心事既然未看穿，你爱替我挡冤。今夜阮同相相伴，明日定相你相伴。酒啊，我甲你讲话迄入去的嘛。赢家已了你的来，伊请吹牛相离开，相伴看伊心往来。中道中央看来。哦，你是讲夫人叫翠娘去房间陪伴你挑花请是？是啊，小吧？凭本族的内功甲戏力，房间内有人无人，你毋免想要骗。酒啊，你袂迄入去的啦。哎呦，酒啊！翠娘，翠娘啊！什么人？王雪良，也就是翠娘的未婚夫。